呢一隻咧，我哋係 4K 畫質嘅一個相機，錄影可以錄相，可以拍照，而且咧呢一隻咧係有面部追蹤嘅，有3個顏色。眼部按摩咧係可以冰敷同熱敷嘅，效果係非常好嘅，有幾個模式可以俾大家選擇。超級快充，可以磁吸充咧，又可以帶線充蘋果同 Type-C 都有。帶 QR code 可以上飛機，有3C 認證嘅。呢一個放心買，而且咧佢呢一個咧係可以充到手錶、耳機，仲有手機3合一嘅多功能嘅一隻。這兩個款呢，就是夏天那個小空調夏天用到辦公室可以加水加冰水非常涼快嘅，而且呢一隻咧又可以左右搖頭嘅，有少少嘅幅度。旁邊呢一啲咧就係自冰嘅小風扇，就係細部啲大部啲都可以嘅。呢部大部啲咧就可以都係可以左右搖頭嘅，左右搖頭自冰嘅小風扇。就係驅蚊嘅神器驅蚊嘅呢一隻咧呢個就開到咧就係正常嘅驅蚊模式啦。佢又可以做埋呢個小夜燈啦呢一個細個就比較輕便，你擺屋企旁邊呢一隻咧就可以掛到牆上去嘅。呢個咧係有就係有自動光控嘅，就係佢到夜晚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動會開嘅，就去到驅蚊嘅模式。呢一個咧就係插電嘅，佢就會自動續單嘅吓。Hello， 我係 Annie， 今次我哋有介紹3產品俾大家啦。而家睇一個咧就係一個相機啦，一個 4K 嘅相機最近買到比較火嘅一個似大功呢個款有3個顏色非常靚嘅，買俾自己用送人都可以啦。呢一隻咧有咩區別咧？呢隻咧係而家市面上最新嘅，佢咧有個面部追蹤，係而家好多人都比較中意嘅點呢下邊呢一個咧就係可以做到面部識別等下我哋會演一段視頻俾大家，現時係有追蹤功能嘅。而家示範一個面部追蹤下俾大家睇下，跟我喐佢去喐嘅，睇佢頭呢一隻咧可以拍照影相嘅都係可以選擇，普通嘅拍照包括影相嘅嗰啲都係可以嘅。呢一隻咧佢係有個 app 嘅，就係你可以手機下個 app 之後咧，佢係可以連接 WiFi 綁定你手機，之後可以用嗰啲圖片包括嗰個視頻咧，就可以通過你手機下載到你手機，呢個就好方便噶啦平時錄影咧，我哋就會插內存卡，就會加埋個內存卡係儲存嗰啲錄影嗰啲圖片包括嗰啲視頻。旁邊呢一個咧係可以，比如話呢一個係一個開關，下面呢個咧就係個鏡頭，前鏡頭啦。最旁邊呢一個佢要喐到後面，呢一個就係錄影同拍照嘅。撳一下咧，佢就而家係錄影模式嘅啦。呢度有個紅點而家係錄緊嘅，之後你就可以用到嗰個旁邊呢度係揾到佢，我哋錄到嘅之前嗰啲記錄都可以睇得到嘅呢個係 4K 嘅畫面嘅，係好靚嘅嗰啲畫質所以你可以放心地買就係你對比大功幾千蚊，你如果買一個玩玩，係唔係都好抵嘅呢一個咧，佢左右邊啦都係可以喐到嘅。你睇到我啲鏡頭，我呢個鏡頭左右邊都喐得到嘅。而且呢一隻咧，我哋對我哋女仔都幾好佢有帶嗰個美顏嘅有帶美顏嘅都唔差。我都有試過，都唔差。我哋仲有送埋呢個支架俾到大家呢一隻支架，有個支架3個顏色。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過嚟我哋鋪頭試啦。佢有3個顏色，你送老婆女朋友送個白色、粉色都好靚嘅。呢個價錢咧，俾大家講一下，呢個價錢咧係488。介紹個3款嘅眼部按摩俾到大家。呢個眼部按摩咧，佢係唔同於之前嗰啲咧。呢一隻咧係可以做到冰敷同熱敷。佢有幾個模式，你可以選擇冰敷或者熱敷或者冰熱交替都可以嘅
都可以做到呢個功能嘅。呢個硬租咧，佢中間就係硬皮上面咧，佢係熱嘅，下面就係冰嘅。佢就係熱同冷係呢個效果嘅。平時其他咧你就可以選擇比如話你消腫啊，係咪？你就可以選擇個冰敷。如果你覺得疲勞啦，你就可以揀嗰個熱敷。模式咧有4個嘅模式咧，有一個眼部健操眼部健操，仲有一個係自動模式、護眼模式等等都係有嘅，有4個模式。呢個你都係可以過嚟試下啦，幾舒服嘅，因為我哋自己平時都有試過，就介紹俾大家嘅。呢一個嘅價錢咧係240。呢一隻咧係快充嘅充電寶，而家都係做緊呢啲國家認證、3C 認證，上到飛機有 QR code 嘅，大家買都可以放心啦。呢一隻咧係多功能嘅，可以充耳機啦、手錶啦、手機呢一隻都係多功能嘅一隻，磁吸充、大線充都可以。後面咧係有個蘋果嘅頭同個 Type-C 頭嘅，又可以做埋支架。平時咁樣做埋支架，邊充當支架都可以嘅。呢一個咧 QR code 喺呢度，而且佢有個3C認證嘅錶，呢一啲大家都可以放心去查得到嘅。呢一個咧係1萬毫安嘅都係大電量嘅，呢個細個都唔係好大一支手都攞得走比較輕便。呢一個嘅價錢咧係158蚊。睇到呢一啲咧就係而家大家都比較中意嘅小風扇仔。我介紹嘅呢幾隻咧都係帶子冰嘅。帶子冰係咩意思咧？就係你睇到啦，我呢度有個雪花嘅掣佢就係呢度係呢個位置啦，係冰冰凍凍嘅，係比較冰凍嘅，就係你好熱嘅情況下咧，佢係可以有時冰冰手或者面部都係可以嘅，就幫你就唔會話覺得咁熱嘅嘛。你呢度睇到佢都係出水嘅，即刻就出水冰冰咁非常舒服嘅。呢一隻咧係可以左右搖頭嘅，就你擺台面嘅話，佢呢個位置咧係可以做到左右搖頭嘅。呢個都係一個3款，佢有3個顏色，似我而家攞嘅呢個係愛馬仕茶，仲有個藍色，仲有個粉色，就係嗰個款式都係比較靈嘅嗰個風速咧都可以任你調嘅，最高嘅話都係有199嘅風速，而且佢有個顯示屏咧就係可以顯示電量幾%嘅而如果要細部啲咧，比較容易揸手咧，就係可以買呢一隻呢一個，全部都係有個顯示屏嘅都係有自冰呢個掣嘅。呢一隻就細部啲咯呢一隻就你有時帶出街細個咁細一個咧，可以一支手。如果女仔唔中意太大呢個擺手小包包或者口袋就比較方便啦。呢一隻都係有帶子冰嘅。呢一個嘅話係有5個顏色，2、4、5就跟住你中意嘅顏色去揀旁邊仲有一隻咧，呢一隻咧都係比較細隻啲嘅。呢一隻多咗咩咧？佢就係可以掛到頸嘅，可以掛頸，而且咧佢呢個位置咧係可以喐得到嘅呢一隻可以喐得到嘅都係帶子冰嘅。呢幾隻我而家介紹嘅都係有子冰功能嘅冇帶子冰嘅嗰啲普通嘅我哋都有做嘅都係有5個顏色。呢兩隻嘅價錢咧係68蚊，呢個同呢個係68蚊，呢一個嘅話係98。而家呢兩隻啦，我已經加咗水入去啦，真係我哋自己都有用，自用分享俾大家，非常嘅舒服。呢啲風，我而家加嘅係普通嗰啲水。出嚟都係冰冰涼涼嘅。如果你想更加舒服咧，你呢個位置咧，你可以加冰水嘅加冰水會更加舒服。呢兩隻咧都係可以加到水，而且咧呢隻呢個位置咧出風口嘅，你可以選擇呢度呢一個咧就係多咗咩咧？佢就係左右搖動，比較簡單易用啦。你翻屋企買屋企加水。可以插電用，可以就係一邊沖一邊用都冇問題，一直插咗電去用都可以嘅。呢啲就擺辦公室擺床邊啦。你平時如果就係唔係驚好熱嘅，用呢個就冇問題噶啦。
啊，呢一個你佢嘅價錢咧係呢一個咧係68蚊啊，呢一個就加10蚊。你呢個係最新款嘅，呢一隻咧去年我哋都有介紹過，但係賣到而家都好多人買，都係比較好用啲嘅啊。而家出咗呢一隻，呢隻就係可以搖頭啊，風口都係可以選擇嘅啊。呢度有個開關，有個風速，有個左右搖頭嗰啲掣啊，全部都係有嘅。呢隻是冇咩電啊，就哦，是按到了還是什麼的？出水，哇，涼個喎，涼哦，挺涼快的。呢一樣咧就係而家夏天到啦，驅蚊嘅神器啦。嗱，呢一個而家呢個模式咧係驅蚊嘅模式，佢可以做埋小夜燈嚇。呢個顏色都係可以驅蚊㗎嚇。嚇，呢度可以揀嘅，呢個係驅蚊顏色，呢個係小夜燈，係咪？係又可以做夜燈，又可以驅蚊，係非常好嘅選擇。呢一個咧係比較輕便嘅啊，充電式嘅啊，可以充到電嘅。呢一個就唔會話太重，細細個，好輕便嘅啊，好輕便。我自己都係攞一直去用嘅。如果屋企咧有小朋友啊，有動物啊，有貓咪，有狗仔，有小狗的話呢，用這款會比較好一點。因為我們點蚊香的話，像動物的話是不能燻蚊香的啊，怕對動物身會比較有傷害。這個呢就比較健康吧，比較安全。這個的價格的話是68蚊，68蚊嚇，好平嘅，好平嘅價錢。旁邊呢一個咧有咩區別咧？呢個咧係可以掛到就係牆上嘅啊，呢一個佢對比嗰個咧就係可以擺埋一個位置，而且呢一隻咧係插電嘅，呢一隻就係一定要插電用嘅呢一個。呢一個就係後面呢個位置咧，嗱就係有2個窿，我哋可以掛到嗰個牆上去面。呢一個你到夜晚嘅時候咧，佢係有會自動開燈嘅啊，自動開關啊。呢個夜晚時候會自己續燈嘅嚇。要會自己續燈嘅。就係呢2個款。呢一個款咧，相當於佢都係會貴少少。呢一個88蚊。今日咧，我哋介紹到咁多產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叫我哋幫你郵寄，或者過嚟鋪頭買玩 Annie 或者玩 Suki 都可以啊。我哋下段片再見啦，收工啦，拜拜。